在这里要是你在学校中间有哪些个同学，你将来一般有好心将来有什么，就是人家出来一起跟爱说话的，你跟那个平时自己的，你跟把平常一起。俺会先不道歉，我多。天天出来一起玩弄。
他跟前我们要群体的来一起，就是艺术来打拼精神。我们要要大家都是我是咱来传这个技术，以及有人在这边做的咱们传先不是进入。当空气在汉今天今天，自然解放，你自己什么？人生就像讲的人，放飞自我，你能当中小的对，而不是